話說為咗方便睇住屋企嘅老人家咧，咁我就屋企咧裝咗個家居 cam 啦，咁啊時時刻刻都可以留意住屋企人有咩情況發生啦。不過裝咗個 cam 之後咧，發現手機好難連到個 cam，每次都要等成幾分鐘去 connect 到。咁我諗住打去小米問啦，又或者打去中移動嗰度問啦，或者諗緊係唔係應該有 router 嘅問題咧？不過喺呢個年代，梗係將件事問 AI 先啦。嗱，利申啊嚇，呢個真係唔係廣告，我係真心想分享呢個經歷嘅。跟住 AI 叫我一步一步咁做測試啦。首先測試我屋企網絡有冇問題啦，又再測試我手機網絡有冇問題啦，又再測試屋企攝影機 server 有冇問題啦，再叫我睇埋網絡供應商嘅 IPv4 設定。喂，其實去到呢度咧，我已經覺得好 amazing 啦。重點嘅喺後面啊，佢叫我用科學舉證，同一時間、同一地點、同一攝影機，叫我用唔同嘅手機網絡供應商試下連線嘅時間會唔會唔同喎？咁由 AI 咧再預測 CSL 咧應該快好多嘅，中移動咧就要等幾分鐘啦。而個結果竟然同佢預測嘅一樣啊！用 CSL 幾乎係秒開，大癲！經過排除法之後咧，確定100%係中移動流動網絡架構嘅問題啦。然後我心諗，其實 CSL 同埋中移動嘅網速都係差唔多啫。點解連屋企個 cam 會咁大分別咧？佢而家仲解釋埋俾你聽啊！因為小米攝影機咧係用 P2P 嘅 hole punching 技術啦，而 AI 竟然知道中移動係用多層嘅 CGNAT 呢個網絡設定咧，對 P2P 穿透成功率咧係非常之低嘅，所以咧解釋到點解用中移動咧會咁難連到屋企個 cam 啦，亦都解釋到點解用 CSL 可以快咁多。黐孖筋！我問一問 AI 咋，只係用10分鐘嘅時間，就慳翻我本來要去問中移動、去問小米嘅時間。而我覺得最癲嘅係咧，AI 係提供咗一個新嘅知識俾我嘅，就係原來揀網絡供應商咧，唔好淨係睇網速啊，佢個網絡架構咧都好緊要嘅。即係例如大家要玩一啲 UDP hole punching 嘅 online game 啦，咁啊真係要揀翻個啱嘅網絡供應商啦，否則你個網速幾快都冇用。有料，喂，識得用 AI 真係慳翻好多時間啊！